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帶大家來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行的益生操，呢個益生操行的芭蕾舞改編的一種運動課程，不管老幼大細，攏適合來做，一下就提問先生向下來運動。你喺運動之前要做讓身體熟起來的運動，你經經搞上嘅熱身運動，體力運動就能夠自然的扭腰擺臂，你可以更輕鬆來做你的動作，你身體可以慢慢的熟起來，你平常時有卡攏可以做你的動作，讓你的身體慢慢的變輕鬆。一開始佢嘅扭腰擺臂時節，動作唔是輕態，慢慢的來，用你動作越做越態，越在越態。你鼓勵大家，明明是有卡，攏可以用你自家嘅身體動一下，你嘅身體那麼硬。接下來聽嘢動作，行嘅表順你的肩關節，將你的手壓起來，壓到最高的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的變下來。好，聽一看，提上看，提細看。第五看，你慢慢的做，好，你穩住手慢慢的壓起來，壓到最高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的下來，越慢越好。你聽一看，第三看。第四看，第五看，第三個動作係個扭腰擺臂，扭腰擺臂。你去做的動作時節，你有分輕重。第一擺可以小幅度的擺動，第二擺時節可以較多一些。第三擺就可以鼓起力量轉過來，好，你再換另外一片，來輕重，好，你再過來左片，再來一擺，輕重，好，右片，來輕重，一下我來分享的行的髒關節的伸展感的訓練，體力動作。你坐下來之後你用你的手肘慢慢的去扛，你的膝頭，慢慢的來扛伊，用你的髒關節再開夾一些，好，你到另外一邊，你身體可以慢慢的斜下來去扛伊，用伊壓上髒關節再往外面多延展一點點。好，我們在另外一片，慢慢的扛下去，再來左片，
好，右邊，安尼一擺可以比一擺較高亢一些些。好，左片。接下來呢，第二個動作係愛好訓練呢髖關節呀上嘅肌肉，啊你慢慢地鋪下來，慢慢地鋪下來，啊你一片一片做，一下呢教人呢，好右腳壓起來，慢慢地壓起來，慢慢地壓，慢慢地壓，好，再慢慢地下來，慢慢地放起來，再慢慢地下來。慢慢地放起來，再慢慢地下來。好，慢慢地放起來，再慢慢地下來。慢慢地放起來，再慢慢地下來。好，你換另外一片。相同哦，安尼腳慢慢地放起來，好，慢慢地下來，慢慢地放起來，慢慢地下來，慢慢地放起來，慢慢地下來，再慢慢地放起來，慢慢地下來。腳位是把旋轉哦，要加油哦！慢慢地下來，一下我哋做第三個動作，第三個動作我哋會抿下來，抿下來時間我哋會用一條彈力帶來綁鬆我哋嘅腰骨，好，我哋慢慢地抿下來。安尼一隻腳先伸起來，你行咧踢咧腳肚，踢咧腳肚。因為剛剛講安尼後側肌群有綁到一種感覺。好，接下來安尼咧右腳向右偏。倒下去，那安尼咧左腳伸出，左腳伸出。因為剛剛講呀，大腿的內側有伸展的感覺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轉到另外一片，轉到另外一片，慢慢的轉下去。只要剛剛壓上有綁到就好誒。加油哦，細胞會旋轉哦。好，下兩腳慢慢的過來，下兩換另外一隻腳。
安尼可以配合安尼的吸氣、吐氣來調整呼吸。來吸氣不用輕鬆，吐氣多剛把一些些。安尼吸氣不用輕鬆，吐氣可以多綁一些。好，安尼腳向左偏倒下去。好，右腳順側。安尼大也可以調整到四項仰的拉力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轉在另外一邊。好，安尼不用輕鬆，安尼慢慢的放起來。安尼運動之後，有啲位肌肉群會慢慢緊繃，會慢慢酸軟，然後就用一粒球嘅搞大家來表現。安尼先間球嘅表演呢，腳難度當高，安尼另外一隻腳加上去，安尼慢慢的扛下去，來表現安尼嘅小腿，表現安尼嘅小腿。唔會感覺是把酸軟，你行喺咱們正常嘅現象。好，我哋慢慢嚟扛，慢慢嚟表現。接下來，你再間球嘅表演，安尼切頭嘅後背，表切頭嘅後背，安尼腳上動加上去，安尼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嘅可以表現安尼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安尼間球嘅來扛安尼嘅內側嘅部分，好，安尼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同時，安尼嘛可以表現安尼嘅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也想可以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用安尼嘅肩胛頭較表現。好多先生教嘅學起來無，一下他們先生來學新的動作。一下我來分享嘅行嘅背囊，表現我哋背囊嘅動作。安尼踢嘅動作，行嘅運動將是搖擺，安尼兩隻腳，切頭彎彎。安尼咧背囊嘛可以彎彎，安尼就個表鬆鬆，安尼就左右咧擺盪，左右擺盪。你行嘅咧站穩，不用輕鬆嘅咧動作，安尼就慢慢的搖擺，慢慢的擺盪，來表現安尼咧身體，表現安尼身體，安尼就慢慢的搖，慢慢的搖。安尼平常時啊，你咧背囊攏會站穩側，站穩側，站穩緊繃，安尼用你的動作來。用你的動作來，用安尼的背囊，不用輕鬆來。安尼一開始迄個擺盪時間，唔是擺喺咱們太力，角度唔是扭安太，安尼可以慢慢的、慢慢的一來一抬，一來一抬，安尼慢慢的來。你係嘛係咧，咱們簡單嘅啲動作個，安尼小卡嘛係可以小卡同一下來表現安尼嘅背囊。好，安尼第二個動作，好，第二個動作，安尼咧數位是後背，數位是後背，啊到前面時節，安尼咧膝頭稍微彎曲。背囊拱起來，慢慢來鬆喺前面，
最尾在擴胸，好，安尼一開始的動作熟悉後背，到前面的時間，彎曲膝蓋，背囊拱起來，過慢慢的放到當高，好，然後最後再展臂，好，安尼就配合你的呼吸哦，來吸氣，拱起來，吐氣，放起來，好，最尾再一個擴胸，安尼再來一擺哦，來吸氣。吐氣，好，擴胸，好，來再來一擺，吸氣，吐氣，擴胸，再來喲，吸氣，吐氣，擴胸，好，吸氣。吐氣，擴胸，再來吸氣，吐氣，擴胸，來吸氣，吐氣，擴胸。安尼體上的動作，行個兩隻腳打開來，安尼手壓起來。伢你咧輸呢，就像有時把伊個出按咧玻璃一樣誒，吼，出玻璃一樣誒。所以安尼第一條啊，我從輸出按咧，慢慢來出按咧玻璃，安尼我慢慢咧出按用咧玻璃啊，越出越太快，吼，你開始嘛係，唔是出按太快，安尼慢慢來來，慢慢來來，啊，安尼咧身體要停唔來痛哦，身體要停唔來痛。好，你可以慢慢的玻璃越切越太快，玻璃越切越太快，慢慢的，好，身體帶起來，身體帶起來喲。你行喺你站穩，不用送啊，你背囊，背上啊，你肩關節一個站穩後的運動。你嘛有18種安尼太極拳，不過你算是較動態、較不用送的一種太極拳的，好一個方式。好，你玻璃可以越切越太快哦，越切越太快，規個騰上去，越切越太快。加油哦，還能繼續來動，用身體動起來。好，你慢慢的幾多體的動作，然後幾多體的動作，安尼做落，好，你僵屍擺檔，安尼再來一擺，好，再來一擺，不用輕鬆，好，不用輕鬆，慢慢的來喲，慢慢的來喲，呀，身體的律動會越來越好哦，嘿，身體的律動會越來越好，呀，身體會越來越輕鬆。加油哦！安尼就運動起來，運動起來。好，讓身體會同個角度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。好，你來同天野同走來吸氣，吐氣。擴胸，來吸氣，
吐氣，擴胸來吸氣，吐氣綁起來，綁骨骼，擴胸，再來吸氣，拱起來，綁起來吐氣，擴胸，最遠100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擴胸，好來再來出玻璃，加油哦！好，也係安尼表述安尼咧背弄嘅動作。安尼運動之後，有啲位肌肉群會慢慢緊繃，會慢慢酸軟，也係就用熱力球嘅教大家來表述。安尼先間球嘅表安尼腳難度當高。安尼另外一隻腳加上去，安尼慢慢來扛下去，來表述安尼咧小腿，表述安尼咧小腿，唔會感覺四肢酸軟，你行喺咱們正常嘅現象。好，安尼慢慢來扛，慢慢來扛，慢慢來表述。接下來安尼再間球嘅表咧，安尼七頭嘅後背，表七頭嘅後背，安尼腳上動加上去。安尼七體後背有十字韌帶，在咧球嘅可以表述安尼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安尼間球嘅來扛安尼咧內側嘅部分，好，安尼慢慢來扛下去，慢慢來扛下去，慢慢來扛下去。同時安尼嘛可以表述安尼咧胸大肌，吼胸大肌啊，胸可以慢慢來扛，慢慢來扛，用安尼咧肩胛頭較表述。經經線上教嘅動作，大家學會冇？我希望大家要有運動嘅習慣，安尼講安尼適度咯，就會痛到咯，安尼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。停，安尼下次見。